第25章。菲斯都上咗任之後，過咗3日，就從該撒利亞上耶路撒冷嗰度去。祭司長同猶太人嘅首領向佢控告保羅，又央求佢求佢嘅情，將保羅提到去耶路撒冷嗰度嚟。佢哋要喺路上面埋伏殺害佢。菲斯都卻回答話：保羅押喺該撒利亞，我自己好快要去到嗰度去啦。又話：你哋中間有權勢嘅人，我一齊落去。嗰個人若果有啲乜嘢不是嘅，就可以告佢。菲斯都喺佢哋嗰度住咗唔過10日8日，就落到去該撒利亞嗰度去。第2天坐堂，吩咐將保羅提上嚟。保羅嚟咗，嗰啲從耶路撒冷嚟嘅猶太人周圍嘅企住喺度，將好多重大嘅事控告佢，都係不能證實嘅。保羅申訴話：無論猶太人嘅律法，或者係聖殿，或者係該撒，我都冇干犯到。但菲斯都要討猶太人嘅歡喜，就問保羅話：你願意上耶路撒冷嗰度去，喺嗰度聽我審斷呢啲事嗎？保羅話：我企喺該撒嘅堂前，呢一度就係我應當受審嘅地方。我向猶太人並冇行過啲乜嘢不義嘅事，呢一個係你明明知道嘅。我若果做咗啲不義嘅事，犯咗乜嘢該死嘅罪，就係死，我亦都唔會推辭。佢哋所告我嘅事都係不實嘅，就冇人可以將我交俾佢哋。我要上告於該撒。菲斯都同議會商量咗，就話：你既上告於該撒，可以去該撒嗰度啦。過咗幾日，亞基帕王同伯尼基士嚟到該撒利亞，問菲斯都安，喺嗰度住咗好多日。菲斯都將保羅嘅事話俾王知，話呢度有一個人係腓力斯留喺監裏面嘅。我喺耶路撒冷嘅時候，祭司長同猶太嘅長老將佢嘅事稟報咗俾我，求我定佢嘅罪。我對佢哋話，無論乜嘢人，被告仲未同原告對質，未得機會申訴所告佢嘅事，就先定佢嘅罪。呢個唔係羅馬人嘅條例。及至佢哋都嚟到呢一度，我就唔耽延。第2日就坐堂，吩咐將人提上嚟。告佢嘅人企喺度告佢，所告嘅並冇我所諗到嘅嗰啲嘅惡事。不過有幾樣辯論係為佢哋自己鬼神嘅事，又為一個人嘅名叫耶穌，係已經死咗。保羅卻話佢係活着嘅。呢啲事應該點樣究問呢？我心裏作難，所以問佢話：你願意上耶路撒冷嗰度去，喺嗰度為呢啲事聽審啊？但保羅求我留低佢，要聽皇上審斷，我就吩咐佢留低，等我將佢解到該撒嗰度去。亞基帕對菲斯都話：我自己亦都願意聽呢一個人辯論。菲斯都話：聽日你可以聽啊。第2日，亞基帕同伯尼基大張威勢而嚟，同住眾千夫長同城裏嘅尊貴人入咗宮廳。菲斯都吩咐一聲，就有人將保羅帶咗入嚟。菲斯都話：亞基帕王同喺呢一度嘅諸位啊，你哋睇下呢一個人，就係一切猶太人喺耶路撒冷同呢一度曾經向我懇求呼叫話，唔可以容佢再活着。但我查明佢冇犯咗啲乜嘢該死嘅罪，並且佢自己上告於皇帝，所以我決定將佢押解咗去。講到呢一個人，我冇確實嘅事可以奏明主上，所以我帶佢嚟到你哋面前，
亦都特意帶佢到你亞基帕王面前，為要喺查問之後有所陳奏。據我嚟睇，押送囚犯唔指明佢嘅罪案係唔合理嘅。